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1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日前慰安妇当上遭受日本人藤井实验用卡塔，结果拢无看市府正式来谴责。上午国民党籍个议员王家珍等议员利用着自由发言联合质询的时间，要求所有市府的官员站起来为慰安妇阿嬷来致哀，并当场来贴破着藤井实验的相片。表示台湾无欢迎伊。国民党籍议员王家珍、洪玉凤、蔡淑惠、李中庆加蔡玉辉上午利用议会自由发言联合质询，对823的水患探讨，到事后的饮水补助、道路出现崩塌坑洞，甚至慰安妇的当上遭受日本人藤井实验出卡踢的侮辱，互台南人实在看袂落去。甚至嘛无看到市府伫个第一时间提出谴责。对此，议员利用联合质询时间，要求所有的市府官员共同起立，为慰安妇阿嬷来致哀30秒，并当场贴破藤井实验的相片，表示台湾人并无欢迎这种人。所有的市府官员，麻烦各位起立。麻烦各位起立。辛苦我的同仁，麻烦各位起立。我们的台湾阿嬷受到这样子的羞辱、践踏，台南市政府没有公开对于这件事表达声明。今天我要求在台南市议会，我们以最沉重的心，为我们的台湾慰安妇阿嬷致哀30秒。接续议员王家珍、洪玉凤加蔡淑惠，佮为着少年帅的大雨，不但造成台南市坐价饮水，这支治水的成效，另外对着道路的坍塌、破坑，更加以大油丝来敲击政府的能力加作为。市民饮水万言多，院长大官依教者。因为咱嘛有看到，咱的大市长去到做行政院的院长，但是伊无知道用同理心来看待即届饮水的事件，不管是北部也好、中部也好、南部也好，也是栽培伊的台南市也好，拢讲咱批评的人爱去做上帝。你著雨若落伫倒一个都市，倒一个都市较有可能无饮水，毋通定定怪天公伯啊！是因为咱家己伫设计的过程内底有真侪应该考量的，恁无考量的。大官小官应犹在，只是俸禄改。问君能有几多愁？问问我们台南人，在台南这块土地上，我们继续在那边含辛茹苦，你们官位升得像直升机。恰似天灾人祸，恨中恨，仇中仇，这是我对淹水的感慨。其中蔡淑惠议员更加以李南街地下伤害为例，虽然早伫去年6月份就提出质询，要求市府改善，并得到当时的赖市长承诺会马上进行。不过到现在经过15个月，整个工程也是还未改善，互民意代表甲当地居民相当不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中西区新美段2块持有地承租户，因为地上物拆除，已经去市府终止契约并限期要来收回。不过最近煞发现这个所在佫重新徛了大型的条仔，造成附近徛过恐慌。对此，这居民透过议员来澄清，下午也邀集市府的相关单位来提出说明。位伫开山宫附近的2块持有地。因为地上物的拆除，市府依法收回，并且要求承租人要限期来还地。不过最近附近的居民却发现承租人佮重新徛条仔，准备要兴建3楼高的建筑物，造成附近居民恐慌，向议员来澄清。这个图啦，
第一种就是即个原地旧厝，第二种已经清空啊无啊。来9月初4、初7，甲你起一个3楼悬啦。歹势遐100户咱嘛白地，一般的厝呢，等下咱叫咱里长吼，建国里的里长吼，陈俊来补充说明一下。迄拢即摆起3楼的啦，是意思是讲恁财政局甲干务局开放讲，阮遮100户拢咱起啊吗？会当起3楼啊吗？迄拢白厝啊！我讲实在哦，恁若过，阮遐100户拢开始要开放吼，歹势，我一定开放，我一定甲阮遐住户讲吼，拢开放啊！即摆市政府开放叫阮起啊！哦，这甲你报告者哦。啊，佫有一点问题，咱问题咱知，即间咱知，菜4支条啊，迄4支条啊迄支条啊拢挡外呢，4支条4挡外呢。图大家有看第3张图，迄若地动、若风台、若喊的人若无安那我处理，啥物负责？对此，议员林美燕甲郑玉珠下午召开记者会，并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财税局甲公务局到场说明。财税局表示，因为地上物拆除，市府早伫今年8月2号就终止契约，并限定承租人要伫9月10号进前，将地上物清空并归还持有地。如果承租人违法，将依照违章建筑送公务局来强制拆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任中善里的里长黄荣玉为民服务20冬，担任过2届东区里长联谊会会长，深深受到支持者的认同。今年伊决定要投入这届议员的选举，继续为东区来拍拼。东区议员参选人黄荣玉12号暗时，伫咧德高厝上帝庙举办募款餐会，开道开了将近100道，将整个广场开甲满。同时，佮邀请着歌手现场来演唱，炒热气氛。黄荣玉表示，担任里长这20冬来，深深受到乡亲的认同。这届出来选市员，绝对袂辜负选民的支持。我参与政队已经20几冬啊啦吼，非常感谢阮的时代，甲阮这亲情，一路来斗3工，斗支持，到今仔日的我啦吼。第二就是上帝讲啦吼，我相信上帝讲是做人社的啦吼。我伫遐未参与政治的时阵，阮兜着拢伫上帝庙，上帝讲去拜拜。包含捐献安尼就对啦吼。阮对上帝讲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绝对无政治意图啦吼。这是第2感谢，第3感谢吼，我感谢咱所有这乡亲时代，我袂当啊咱大家失望，我绝对会尽心尽力做好咱东区上好的议员，改变咱东区，嗨嘛！伫咧募款餐会进行到一半时阵，现场熊熊的落雨起来，嘛无压淡支持者的热情，因拢继续留伫咧现场食饭，也显示出东区市原参选人黄荣玉伫咧地方服务的拍拼。单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以及市员吕维印13号伫咧民进党市党部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吕维印青年后援会，同时也发布维印伫遮这首竞选歌曲，要来展现满满的热情。市员吕维英借由青年后援会成立以及竞选歌曲舞蹈表演，展现出少年人为故乡打拼的热情甲活力。同时也邀请到市长候选人黄伟哲、连城旅行社负责人吕伟正以及美食部落客阿春拔，向着市民推荐吕维英是一位脚踏实地、鼓励少年家，对着国家甲未来有真大的热情甲理想，呼吁大家爱支持。我觉得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能够为了
公共事务的投入，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将来在市政府，我们再次承诺哈，就是对于你青年事务，我们一定要成立专责的跨局处的这个机构来协调许多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要这个就学、就业，甚至于这个从事工作、创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碰到的可能的需要的协助。我想说这个部分，将来的台南市政府一定要特别着重加强这一点。那青年后援会不仅是这个所谓选举事务的后援，最重要的是青年政策的后援。所以将来在台南市议会，我相信在安南区南区这边最年轻的议员，也是几乎是台南市议会最年轻的议员吕维印能够一定是年轻的代言。黄伟铁也表示，维印伫遮这首竞选歌曲的内容，包括着南区、安平区的特色甲历史文化，内底有讲到台南机场、黄金海岸、意在锦城等等安平区以及南区的特色。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歌曲以及舞蹈，让更多人会当了解到台南的水。这首竞选歌曲是我自己写的，词是我自己写的，这个曲是学弟帮我谱的。那这一首词里面呢，维印底加这个词里面有我对于南区跟安平区未来的一个想象，也串联了很多这个文史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包括我们大家相当知道的这个黄金海岸，义载金城、船屋、安平古堡、金歇架的故事，我都把它融入在里面。这是我对于这个南区跟安平区发展的想象。那这也代表我对南区、安平区未来的一种承诺。另外，市议员吕维印9月15号也将要伫咧南区大兴路2段165号成立市长候选人黄伟铁甲市议员候选人吕维印的联合竞选总部，也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参加。等你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社区大学公民智库等等侪民间团体，伫咧信义街内底，以着旧地名看南亭作为依据，利用木红岛饮品店边仔空间，成立看南亭小册房，伫咧今日甲摆启用，欢迎大家拢来遮坐一下，做伙来看好册。运用这个所在旧地名看南亭所来成立的看南亭小册房，上午伫咧创办人唐大可、金曲歌王谢明佑以及侪关心在地文化人士共同甲拜师下正式启用。因为希望这小小一间的册房会当发挥真像是庙埕共款，去因厝边头尾做伙来开讲，讲天讲地讲人，这就是这届创办人唐大可建立这个空间的理念。三合院头前有一个七仔亭，有一个前亭，有一个后亭。毋过因为可能因为都市化的关系，这个亭豆怎无去啊？我足可惜的。我运气足好，讲头前有一个这个空地啊，有这个亭会当来互大家做伙讨论代志，也是办寡活动，包括遮定定有囡仔会进出出，有一寡课程会踮咧进行。我感觉讲这个店的功能有豆仔咧浮出来，刚好有机会和社大去合作这个这个册房的时阵，大家咧讨论讲到底要用什么名来和这个册房的名，
哦，啊，甲伊想讲，啊无用订好无？吼，用订，啊，甲伊讲啊无旧地号名叫看人订，啊无咱用看人订，吼。看南亭册房头一个活动，就是风格台南人的册图啊。因也邀请到侪侪台南知名的地方人士来介绍因上介介意的册，要甲大家来分享。这本册要开正10档，甲收集遮侪资料，我就变做一本册。所以我咧看这本册的时阵，希望足侪人会用知影台湾流行音乐，伊的过程。其实我嘛因为这本册，我较去收到其他无共款的无共款的观点来看台湾的流行音乐，包括台湾的歌谣。看南亭小册房未来也会举办讲册讲座以及换物市集等等的活动，希望会当互这个所在家区活化，同时吸引更侪人做伙入来老家行踏。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掌握台湾日龄产业的关键材料自主权，打造南台湾日龄研发中心，国立成功大学的跨维绿能材料研究中心，伫咧今仔日来揭幕。该中心也将会成为国内唯一一个以着新材料开发为重点的日龄研究中心。台湾日龄材料产业因为目前无法度完整制作电池芯，关键的材料无法度自主。中下游的日龄科技产业长期以来只会当挖靠进口，中心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制作日龄关键的材料。所以今仔日甲牌成立着跨维绿能材料研究中心，就是希望台湾会当发展更侪日龄材料的技术。一些主要，但是我们对于最重要的就是电池芯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自主的。那它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在关键材料自主化。因此，这个就是我们中心成立的目的之一。我们要把国内把这个很重要的电子的关键材料呢，能够达到自主化的这么一个目的。研究成果将会实地验证，进一步普遍到全台湾的乡镇，也希望会当带动着相关的产业，提升台湾对着日龄材料掌握的程度。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湾迈入高龄化的社会，这些长辈拢会四界看医生，四界下药啊，食了真侪种药的问题也一一浮出来。奇美医疗中心就将这几档所拄到重复用药的案例收集起来，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嘛，呼吁长辈或者是照顾者，若是有用药啊伤侪状况，会当寻求医师的协助，整合减药啊，安尼才袂来造成身体负担。老大年人感觉到头壳晕，甚至是规身躯无力这款的状况发生，真有可能是身体有毛病，但也有可能是食伤侪药啊所来造成。奇美医疗中心统计，老大年人因为头壳晕挂急诊的原因以后，发现食伤侪药啊案例真多，所以由药师甲医师合作，共同为病人把关用药的安全，协助将健保的药物资源用伫咧正确的所在。高龄长者很容易出现一个叫做潜在不适当用药，那不代表医师是开错药物哦，也不代表这些药物可能伤肝或伤肾，但是呢，这些药物可能对于高龄长者来讲，服用之下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副作用，是高过于它带来的好处的。那我们常见的一些容易导致就是入急诊的原因，包括了有低血压，然后低血糖，或者是晕眩、跌倒。然后肠胃道不适，然后出血或急性肾功能的恶化，或低血钠引起的恶心呕吐，甚至是意识不清等等。那值得被注意的是有以下4点：第一个是晕眩跟跌倒，老年人很容易因为长期的失眠，服用了这个安眠药，然后或者是长期使用这个肌肉松弛剂，或者是鼻炎，然后瘙痒使用的抗组织胺，还有多种的降压药物导致低血压的情形，很容易跌倒。第二种的话是这种低血糖的症状，有一些药物比较容易引起低血糖的情形，像磺胺类的药物必须要在饭前15分钟服用。那服用多种的降血糖药物，我们希望能够定期监测血糖。那如果没有监测的话，那突然一个严格的饮食控制，比较容易产生低血糖的情形。那接下来是急性肾功能恶化，有一些药物是必须要根据肾功能做剂量上的调整的。那倘若就是
听信一些来路不明的偏方，或者是亲朋好友的介绍，还有多处看诊导致多重用药跟重复用药的情形的话，比较容易导致这个急性肾功能恶化情形。分析这样的题目，我们希望呢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希望能够控制老人的这个多重用药，一般病人的多重用药，减少因为多重用药引起的并发症而带来不必要的这个就医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伤害了哈。那所以我想呢，这个对台湾的医药，对台湾的健保，这是一个重要的翻转啊！我们要减少不当的用药，我们要减少多重用药。基美医学中心协助患者整合检药成功来改善患者无爽快的状况，执行的比率也相当的有成效。同时也需要呼吁大家千万唔通将药物当作是健保食品，愈食愈多，安尼颠倒会伤身体。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那我们的用药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济云有时好天，温度26度至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9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主和，咱再会。